再創高峰。就係因為咧，你係嗰位生命嘅主，你亦都係咧掌管我哋生命嘅主。主啊，求你喺呢一刻裏面安定我哋心，以至我哋能夠聆聽你自己嘅話語，要讓你嘅僕人所講嘅說話係能夠造就，亦都幫助更多嘅人體貼主你自己嘅心腸。喺度我哋奉耶穌基督嘅名粉碎魔鬼撒旦嘅謊言，話俾我哋聽，我哋都可能咧能力、才智，甚至上咧體力，我哋都係唔及人。但因着主你自己俾我哋嘅，你話凡事靠着你嘅加給我力量嘅，凡事都可以。只係求你幫助，我咁嘅祈禱，奉耶穌名求。咁咧有 PowerPoint， 不如我哋一齊讀呢個約節好嘛？預備佬話：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着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而來咁咧，我想問下大家，就係咧，究竟人生有幾多個十年呢？人生有幾多個十年呢？我唔知大家已經過咗幾多個十年。不過有一次咧，當我打開收音機聽嘅時候咧，喺呢一個嘅標圖嘅電台裏面咧 ，FM 103.2咧，就咧呢個嘅廣播員咧就歡迎嗰啲人咧就打電話入去，就講下佢2012嘅計劃咯喎。咁咧問下有咩嘅新嘅計劃啦，新嘅展望。咁咧有一位嘅男士咧就話咧，我要裝修我嘅後院。咁咧話，我要整翻好個後院喎。咁另一個女士咧就話咧，我要參加呢個減肥班，去除我嘅脂肪。話笑得咁開心嘅，唔知係咪你今年嘅心事？咁另一個咧年長70歲嘅就話，我要突破自己，每日咧就游水游1個鐘，保持良好嘅身體，以至咧我明年咧就會為教會咧做多一啲嘢。咁啊臨近節目尾聲咧，呢個廣播員咧就坦誠嘅分享，佢話咧，過往10年咧我都有唔同嘅計劃，有唔同嘅 year plan， 但係有啲計劃咧就可以完成，但係有啲計劃咧就咧無疾而終。但無論咧成與敗，喺整個過程嘅裏面咧，我都可以經歷到神同在，同埋咧喺基督嘅裏面咧成長。佢話咧擁有主咧，為主而活咧就最開心噶啦。佢話最後咩？佢就話，因此咧我就預祝大家喺2012咧就蒙主賜福，將咧喜樂將會係一個喜樂嘅一年，就將神咧交託俾大家嘅計劃咧能夠如願以償去完成，同埋咧倚靠神咧就喺人生裏邊咧再創高峰。當我聽完之後咧，我自己都諗下，究竟人生有幾多個10年呢？人生有幾多個10年呢？咁我諗下過往呢10年嘅裏面咧，由即係香港去下新加坡，跟住過咗嚟都有10多年咯喎。究竟我喺10年裏邊為神做咗啲乜嘢咧？我諗下咧，就比過往呢幾年裏邊咧，就曾經推動咗區裏邊嘅聯合教會一啲嘅為亞洲人嘅福音事工，亦都咧幫咗一位嘅弟兄咧推廣佢第一本嘅華人福音嘅事工嘅書。咁咧又咧建立咗一個咧以往咧建立咗一個以亞洲移民為主嘅一個社區牧農網絡。咁咧喺侍奉期間咧，亦都去神學院裏邊進修。其實2011年咧，亦都好感謝神咧，蒙神嘅帶領，可以咧嚟到華澳教會裏邊去服侍。咁咧喺語堂裏邊牧養。其實咧數算主嘅恩典咧，真係唔多，真係數不盡。但係未來嘅10年，又可以為主做啲乜嘢咧？我諗下咧，如果主若願意嘅話咧，可以幫助我咧牧養一群好似大家咁活潑啦，大家咧充滿活力嘅有使命嘅群體。
常常咧以主咧為活，再創人生嘅高峰。但係咧，當我頭先安靜嘅時候咧，我就諗下再睇翻腓立比書，唔知你以前有冇讀過腓立比書？好唔好？嗱，我想問下大家，以前有冇人讀過腓立比書㗎？有啊，咁未讀過嗰啲咧就趁機會去讀咯。有冇人已經讀過呢段經文㗎？有冇聽過呢段經文㗎？講道有啊。咁但係咧，當我安靜嘅時候咧，我就想起，我被呢一個嘅腓立比同保羅嗰個緊密嘅關係咧吸引住。保羅咧喺一開始就話：每逢想起腓立比，每逢想起你哋咧，我就為你哋感恩啊！都歡歡喜喜嘅。佢同主咧有個祈求，佢話：因為第一天咧，你哋咧就係同我咩啊一齊興旺主嘅福音。保羅對佢咧教會裏邊咧有極大嘅評價，常常咧為佢哋而喜樂同埋驕傲。我相信咧，當我哋一提起華澳教會，提起展愛堂咧，阿梁牧師咧就咧笑到咧好開心，因為咩咧？由佢第一日嚟澳洲，由佢第一日嚟呢度嘅時候咧，大家就一齊咧同心興旺，一齊嘅興旺主嘅福音。其實咧，我咧就好羨慕咧，保羅可以有一個咁好嘅群體一齊去牧養。但係咧，要為咗未來10年咧再創高峰咧，其實今年2012年咧，其實係一個好關鍵嘅一年咯。喺咧3章12至16節裏邊咧，保羅咧對腓立比信徒咧有佢嘅勸勉。頭先我已經讀過，但係咧同時亦都勸勉我哋咩咧？就係咧為主而活。再創高峰，係啦，為主而活，再創高峰。究竟點樣先可以為主而活，又再創高峰咧？讓我哋咧喺呢3方面咧一齊去學習，好嘛？第一，我哋要學習咩咧？竭力嘅追求，完全嘅謙卑喺神嘅面前，為着咩咧？得着基督。第二，我哋要做咩咧？專一目標。努力嘅面前，為着咩咧？就係得着主崇高嘅召命。第三係咩咧？務實嘅耕耘。我哋要咩？長大成人啦，但係咧要咩咧？量力而為。仲有咩咧？我哋要諗下安定喺神面前咧，實踐行道。所以喺大家嘅秩序表嘅裏面咧，已經有呢3點嘅大綱噶啦。喺背後咧有一個咧實踐行道嘅計劃。幫助大家諗一諗，安靜喺神嘅面前。咁一陣間最後尾嘅時候咧，我會請大家去安靜喺神嘅面前。不過咧，究竟點樣去睇呢段經文咧？嗱，我哋咧再睇下一張膠片啊嘛。嗱，喺度咧，保羅話俾我哋聽，要做第一樣嘢就係咧竭力追求。我哋咧一齊嘅讀呢節嘅經文好唔好啊？一齊讀喎。這不是說我已經得着了，已經完全了，而是竭力追求，或許可以可得的力量。喺度咧，首先保羅指出咧，唔好以為你已經咧得到最好嘅，而且咧已經係完全啦。佢話咧係要點樣咧？不斷持續追求，為嘅係要咩咧？得着主基督。喺3章4至6節裏邊咧，保羅咧自己評述自己喎。佢話咧，如果按人嘅標準咧，佢已經係非常之成功噶啦，而且咧應該係備受尊重，因為咧佢第8日咧已經係受國禮，而且佢係咩咧？出自名門望族，更係咧法利賽人喺當其時嘅地位咧非常之超然。佢話按照律法咧，佢曾經逼迫過教會，自以為係啱嘅，無可指責。但係咧喺3章7節裏面咧至8節，佢話咧指出自己原為主丟棄萬事，將以前嘅事當作糞土。哇！一個咧好超然，即係話咧以前我做過嘅嘢咧，其實我已經咧唔當佢係乜嘢嚟㗎啦，而且仲有啲錯嘅，我當佢係咩？如糞土一樣啊！
佢話咩咧？佢話以認識基督為至寶，為嘅係咩咧？要得著基督。大家想唔想效法保羅啊？冇乜反應喎，記得有禮物嘅喎，有獎賞嘅喎。嗱，當我哋話要效法基督，要喺神面前謙卑嘅時候咧，容唔容易啊？唔容易啊！特別咧，如果你過往曾經有好唔同嘅顯赫，或者曾經成功過嘅，保羅裏邊話咧，話要做咩咧？唔好以為你已經得着咗啦，你要咧竭力追求喺神面前咧一路嘅學習，並且為主咧而謙卑，為主放棄世間嘅命令追求咧，我估咧就真係談何容易咧，係咪？我記得咧12年前咧喺一個安靜嘅晚上咧，當其時我仲好即係啱啱人生，如果70歲嘅話咧，啱啱到咗人生嘅一半喎。咁咧嗰陣時咧，我啱啱咧要地咧要去新加坡去進修。我夜晚黑咧就喺我嘅房啊執我啲嘢，咁咧預備咧同屋企人咧一齊去新加坡。咁當我收嘢嘅時候咧，我發現哇，原來我以前係做我以前嘅行業嘅裏面咧，都有好多個獎杯啊、獎牌啊，都幾好喎。諗下，但係當我喺度執嘅時候咧，我就諗下點樣處理嗰啲嘢咧。咁咧我就問下自己啦，點樣處理咧？我諗下，唔通帶埋走？你話應該做啲咩咧？其實，但當我喺度安靜嘅時候咧，有一句説話就提醒我，佢話咧：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原來咧呢段經文咧就係喺約翰福音21章16、17節，主耶穌咧連續嘅3次咧就問彼得：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彼得嘅回答話咧：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愛你。神就吩咐佢咧，跟住話：你牧養我的羊。於是咧，我就喺嗰刻裏邊咧，我話：神啊，求你幫我，靠着你咧，我就將所有嘅獎杯啊、獎牌啊乜嘢咧，就掉咗落垃圾桶裏面。而往後嘅日子咧，就係咧專心嘅去學習。雖然咧喺當中裏邊咧10年嘅裏邊遇到好多唔同嘅挑戰，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挫敗，但係咧都唔係一帆風順，而且服侍嘅群體都唔容易嘅。但每逢咧當我祈禱嘅時候咧，就喺主嘅面前，佢話吩咐話：你要牧養我的羊，你要牧養我的羊。我哋要竭力喺神嘅面前。首先第一樣咧就係咧謙卑自己。第二個嘅，我哋一齊去學習咧就係咧下一章好嘛？佢話咧下一章係啦，我哋一齊讀呢段經文好嘛？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着了，我只是忍時候努力面向着標竿直跑，為得着在基督裏從上面召我來的獎賞。喺度咧，我哋好多時咧會只係留意咗嗰句説話，就係咩咧？努力追求面前，或者努力面前，向着標竿直跑。當然啦，當我哋竭力追求主，保羅提醒我哋咧，唔好係以為咧你已經得着咗咯。但係咧佢話咧，你要做咩咧？專一，你要咧努力嘅為主做一件事。保羅嘅生命裏邊只有一件事嘅啫。呢件事就係咩咧？去為主咧去做外邦人嘅使徒，建立好多嘅教會。腓立比呢個教會就當保羅咧去到馬其頓，去到聽到呼聲咧，佢就去嗰度做。其實神係改變咗佢個計劃，佢嚟到呢個地方嘅裏面。佢話：只有一件事，你嘅一件事係咩咧？今年我成日咧，我女咧就成日笑我，就話我成日同佢講咧，舊年咧我要做咩咧？我要減10磅。咁佢話：你幾時做啊你？咁啊成日咧，當我食啲甜品啊，
或者當我食一啲咧對自己身體冇益嘅話，佢就會提我噶啦。你幾時減10磅咧？我唔知大家咧，你喺人生或者生命嘅裏邊咧，你嘅唯一嘅目標係咩咧？呢度有本書叫《標杆人生》，大家有冇睇過啊？睇過啦。喺第二章嘅裏面咧，佢話咧：你的存在絕非偶然，你的出生不是一個錯誤或者不幸，更不是自然界胡亂拼湊而成。你的父母未必有計劃地將你生下，但神卻是。事實上，你的出生在他意料之中，是他所期待的事。在你父母還未孕育你的時候，你的生命早已在神意念中成形。此刻你有生命氣息，並不是命運注定，也不是時機，不是僥倖，更不是偶然。你活着是因為神定意創造你。聖經說：耶和華必成全關乎我的事。哇！原來呢，我哋嘅出生並非偶然，神有一件事想你做嘅，有一件嘢想你做，你要專一。當我哋咧睇件事嘅時候，話要再創高峰，你有冇一個清晰嘅目標呢？我記得咧幾個月之前咧，陳牧師嚟嘅時候咧，話俾我哋聽，你唔好畫完個圓圈先掟，當你掟啲嗰啲飛鏢過咗去之後咧，先畫個圓圈。你應該畫咗個圓圈，跟住先掟嗰個飛鏢，咁你就知道咧，原來我係中咗啦。但係咧，要再創高峰，對於保羅嚟講咧，其實都唔容易，因為佢話咧，你要咩咧？回應神嘅召命。我哋要向着嗰個目標，係向着神呼召我哋出嚟嘅。當保羅喺人生嘅盡頭，佢講一句説話咧，係非常之重要。我哋睇下一張膠片好嘛？佢喺提摩太後書裏邊嘅4章7至8節，就將佢一生所追求嘅、期望嘅，係要得着咩咧？主耶穌俾佢嘅公義嘅冠冕。我哋一齊讀呢段經文好嘛？佢話咧：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彌留，就是按着公義審判的主到那日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我。大家睇唔睇到啊？佢話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即係話咧，呢個公義嘅冠冕咧，已經留咗俾大家噶啦。我哋要咩咧？就好似保羅咁咧，要咩咧？為咗呢場嘅仗去打，為咗呢場嘅爭戰。有一日，當我哋見主面嘅時候咧，就好似保羅咁啦，我哋有一個公義嘅冠冕。親愛嘅朋友，親愛嘅弟兄姊妹，你人生想追求咩咧？有冇諗過咧？過往嘅成就或者2011年嘅成功，成為咗我哋再創高峰嘅絆腳石咧？保羅喺度提醒我哋話咩咧？忘記背後，英文係 forgetting what lies behind， 即係話咧，望下你後邊，望下你以前咧，完全將佢咧唔好記住啊！其實保羅喺度咧，唔係話叫我哋冇記性，而係叫我哋咧唔好再留戀你以往咧從前做過嘅嘢，引致我哋成日講一句説話咧，就係想當年。有冇諗過10年前？哇，幾好啊！有冇諗過5年前？想當年。若然咧喺人生裏邊咧，我嘅目標應該係為咩？為基督，為中心，以佢為我哋嘅而活。我哋就應該咧跟從主基督，遵行佢嘅大使命。馬太福音28章18至19節咧，就話俾我哋聽，當主嘅異象成為你有人生追求嘅目標嘅時候咧，我哋就要努力面前。咁你話忘記以前容唔容易啊？容唔容易啊？當你咧將你所有
10年裏面做過嘅嘢，全部寫低晒喺度嘅時候咧，其實好容易嘅啫喎。你就喺神嘅面前咧，將佢一樣一樣嘅搣開佢，一樣一樣嘅喺神面前搣咗佢，搣下咧，原來呢啲咧就變咗係廢物嚟㗎啦。因為已經係過去嘅嘢，就喺神面前咧忘記咗佢，你就將佢咧獻成交咗俾神。生命要不斷嘅突破，不斷嘅更新成長。係一位咧好資深嘅環牧者麥希真牧師咧，佢曾經咁講，佢寫咗一個咧好，我成日提醒我自己嘅就係話咩咧？佢話有異象才有生活的自律，不會放肆；有異象才有工作的增長，不會滅亡；有異象才有奮起的激情；有異象才有不敗的鬥志。我有異象嗎？你有異象嗎？你有異象嗎？當你咧要去求主追求你，要忘記有專一嘅時候，唯一一樣咧就係咧要爭取神啊！你俾乜嘢我咧？你俾一個咩嘅使命咧？我咧，當我咧安靜喺10幾年前咧，安靜喺神嘅面前咧，神俾咗一句經文俾我嚇，佢話咧嚇。耶路撒冷啊，我在城上設立守望的，他們晝夜不停靜默，呼籲耶和華的，你們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直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為可讚美嘅地方。即係話咧，我哋要喺一個城市裏面，喺一個地區裏面，你唔好咁快停啊！你要讓更多嘅人咧為呢一個地區，為呢個城市裏邊咧去守望。因為咧，要讓呢個城咧成為一個敬拜讚美嘅地方。我哋而家身處喺澳洲，身處喺呢個地方裏邊，你發現好多嘅異端，好多人咧帶佢唔同嘅信仰嚟到當中。如果我哋作為信徒，我哋唔去回應嘅話咧，我哋會可能咧成為一個已經係唔係一個咧基教國家㗎啦。我哋咧同性戀話要合法化。我哋咧好多嘅生活啊，日常所需用嘅嘢都不斷嘅去提升，甚至上咧男同女之間嘅關係咧都搞唔清楚。我哋呢班被神呼召出嚟嘅，我哋有崇高嘅使命，我哋要為神打呢個美好嘅仗。所以咧喺我哋中間，我哋要學習。我哋要學習咩咧？你有一個好清晰嘅使命，你要不斷嘅追求。但係保羅咧冇喺呢度停咗落去，我哋再睇下一段好嘛？我哋咧再睇最尾嗰段嘅聖經係非常之重要嘅喎，我哋一齊讀好唔好啊？話所以你們中間凡是成熟的人，總要存這樣的心，樣的心，神也會在這些事指示你們。然而我們達到什麼地步，就當照這地步行。喺度咧，我用咗一個咧叫做務實嘅耕耘。我哋要咩咧？長大成人，量力而為。當我哋讀前面嗰幾段嘅經文嘅時候咧，可能咧我哋已經停咗喺嗰度噶啦。當然冇錯，保羅話俾我哋聽咧，要謙卑啦，竭力追求啦，努力嘅向主面前，要咧回應主對我哋呢一班人對我哋生命嘅一個召命。但係保羅喺度咧提醒我哋要咩咧？務實嘅耕耘，即係咧實實地地，唔好咧太過憑空去想唔好憑空。要咩咧？要為主再創高峰咧，我哋要有一個咧實際嘅計劃。好多時咧，我哋咧停留咗喺咩咧？13、14節。但係保羅話咧，有一個重要嘅信息喺你未開始之前咧，你要做咩咧？成熟的人。我想問下在座當中咧，我哋係咪已經係成人啦？係啊，係。除咗阿梁師母抱住個 BB 未係成人之外，但係咧，我想問下大家當中，你係咪已經係一個屬靈嘅成熟人啊？呢句説話咧，可能我哋都未必夠膽去即係回應得咁快。保羅話咧，你要做一個成熟嘅人 ，mature be just
mind， 即係話咧，你心智上邊、屬靈上邊係咪常常咧存着主？唔好再心思三維意念，總要咩咧？分辨主嘅旨意。一個心智成熟嘅人咧，佢就會明白咧父母對佢嘅心意。喺屬靈嘅事上咧，我哋要長大成人，作咩咧？一個成熟嘅人。使徒保羅咧喺度咧吩咐以弗所嘅信徒，佢話咧幫助佢哋喺以弗所書嘅4章13至14節，佢話咧直等到你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要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嘅身量，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喺當其時，喺呢個教會，呢個腓立比嘅教會，亦都一樣，有好多嘅異端邪說。保羅要提醒佢哋，你要咩呢？長大成人。如果你唔大個嘅話呢，你就好似一小朋友玩下呢樣嘢，突然之間你又去玩下第二樣，你嘅心唔得定。你要長大成人，但係咧，保羅話咧，你係幾大咧就做幾大嘅嘢，你唔好諗住咧你要做大人嘅嘢，你係小朋友就做小朋友做嘅嘢，你係讀中學就讀考 HSC 啦，係咪？你要考大學咧，你要考大學嘅試，神究竟俾一啲咩嘅試我哋咧？喺教會咧出有一本屬靈成長手冊，大家有冇用啊？喺呢度咧分開咗4個階段嘅喎，呢4個階段係咩咧？就係咧，第一個階段咧就係咧尋歷信仰，就係咧只係咧對基督徒一啲未信嘅人咧幫助佢。第二個咧係信仰成長，就已經信咗主，初信可以扎根成長。第三咧就係咧信主1年以上嘅，你要裝備服侍。第4個咧就係咧承擔使命，就俾嗰啲受洗願意成為主基督精兵。唔知你喺邊個階段咧？我哋咧其實應該朝著個目標咧就係咧承擔使命，作主嘅精兵。不過咧可能咧你嘅心裏邊咧已經話俾我聽咧，就係咧我都係第2、第3個階段嘅啫。嗱，咩叫第4個階段咧？我哋嘅屬靈成長圖話俾我聽咧，就係咧。你會植花而開花結果，課程或者活動裝備參與者委身於大使命，領人歸主並成為主嘅門徒。如果你係第4個階段或者成熟嘅話呢，你就會積極嘅參與教會裏邊嘅訓練課程。你甚至上咧會盡量嘅邀請人嚟教會，同埋咧作主嘅門徒。咁你就係咧成熟嘅人啦。當我哋咧話，我唔得喎，唔識喎，下個禮拜咧就係咧蘇牧師咧特登同阿梁牧師嚟咧，同大家一齊咧學習點樣做一個屬靈嘅靈友。咁你完咗咧就要去報名咯喎，咁啊記住喎。咁但係咧喺當中裏面咧，保羅咧喺度提醒我哋咧3章10節話指出我哋咧但係你千祈唔好咩咧，揠苗助長你要從咧爬慢慢一路上以至咧就可以咧長大成人。耕耘咧係唔容易嘅。10年前有一班弟兄姊妹嚟到呢度，10年後會唔會嚟緊呢一年有一群嘅弟兄姊妹去做一啲為神工作嘅大事咧？2012年係一個重要關鍵嘅時候。我咧喺度投入咗喺教會裏面服侍啦。覺得呢度咧好多機會俾我學嘢嘅，學習好多唔同嘅群體，特別係每一位嘅教務同工咧，都可以同佢生命當中咧去成長去學習。各人咧有佢自己唔同嘅恩賜呢啲嘅學習嘅牧養嘅裏邊咧，喺神學院裏邊咧學唔到嘅。舉個例蘇牧師你可以學佢咧，就學佢祈禱咁梁牧師咧，你就可以學咩咧？點樣關懷長者。副牧師咧，我已經同佢報咗名咧，就學國語，個國語老師。咁咧
我哋嘅英文傳道人咧，John Wickens咧，我就好佩服佢可以跨文化嚟到我哋啲華人，同我哋一齊咧食中餐，揸筷子。仲有咧就係咧，我哋嘅年輕嘅國傳道嘅 Aaron 咧，我學習佢咧點樣生養眾多啊！一個人可以生5個，仲要去宣教喎。咁我哋嗰位音樂崇拜嘅牧者啊，方兆雄牧師咧，咁啊真係要學佢點樣音樂去敬拜啦。其實每一個牧者裏邊咧都有佢嘅特別，有佢嘅特色。神咧俾佢有唔同嘅異象啊！如果你好珍惜去留意到嘅話咧，蘇牧師就話成日都話粵語堂人唔係好多，但竟然咧神俾我哋有咁多個牧者，我哋真係要學習，真係珍惜。我哋需要有系統、有層次嘅成長，實務嘅耕耘。未來嗰10年裏面，你能為主做啲咩咧？學啲咩咧？嗱喺呢度咧，我想俾大家1分鐘嘅時間。2012年咧，期待咗你啦，同我啦。當倘若福音嘅門咧要大開嘅時候，正係主俾我哋咧最好嘅機會。保羅對腓立比嘅信徒嘅教導，同時亦都提醒我哋，能為主再向高處行，現今係把握一個好嘅機會。當中國呢個門打開嘅時候，好多人都話唔需要咁快預備啊，使乜要20年前、30年前預備咧？但當而家中國嘅門打開嘅時候咧，好多30年前、20年前冇預備嘅教會、冇預備嘅群體已經，佢覺得錯失良機啦。雖然主仍然去幫我哋，但係今日如果我哋教會有一個更大嘅門為我哋打開嘅時候嘅話，今年你會點樣為神去預備呢？盼望藉著今日嘅信息能夠幫你咩呢？有一啲嘅啟發，可以喺你生活上面去應用，唔好淨係得把口講我要減10磅。原來我要減10磅咧，需要做好多嘢，就係咧節食啦，需要做咩咧？仲有啊，就係咧做運動啦，仲有咧有一個好嘅伴侶提你，就係你係咪真係減10磅啊？你需要有一個好嘅伴侶，屬靈嘅伴侶去提你，你係咪真係咧為神去做一啲嘅工作咧？生活上嘅點樣應付咧？你會唔會遇到有困難啊？減10磅係好困難㗎，唔見到嗰啲美食你唔食，為神工作係好困難㗎。你見到一啲嘢，咦？原來你嘅屬靈嘅伴侶就會提你焦點要專一。倘若呢樣嘢嘅時候，你會唔會為你呢樣嘢去禱告守望咧？我想俾1分鐘時間大家，你打開後邊嗰個嘅實踐行動，諗一諗，好嘛？你唔需要而家即刻做，但係咧，可能你翻到屋企同你嘅伴侶，或者你揾你嘅屬靈嘅伴侶去一齊嘅去填咗呢張表嘛。我哋安靜喺神面前先。當咧琴響起嘅時候咧，我哋都可以咧喺神嘅面前去安靜，好嘛？今年2012年1月1號，我哋一齊聚集喺呢個地方裏邊咧，一齊去敬拜呢位又真又活嘅神。你會點樣預備2012年咧？可能你咧都會覺得我真係年紀體力都不合啲青年人。但咧，神話俾我哋聽咧，就係咧，神做你係有目的㗎，神做你咧係有你嘅心，有佢嘅計劃㗎。當你係未出世嘅時候，神已經做你㗎啦。
我哋要把握呢個時機，把握呢個今天，為神咧去做更美好嘅事，竭力追求神，因為神俾我哋有一個崇高嘅召命喺當中，要我哋呢一群咧成熟嘅人去一齊咧迎接2012年，一齊嘅去為未來嘅10年去打美好嘅仗。我哋一齊唱一首。